圣經撒母耳記下卷23章第1節到第7節。第1節，下面是大衛的遺言。亞西的囝大衛，就是得到高升雅各的上帝所選立，以色列人人喜愛的詩人講：上主的神通過我傳達伊的話佇我的喙。以色列的上帝有講，以色列的石盤對我講：用公義治理，用敬畏上帝來治理的人，會親像無雲的清早，拄出的日光，落雨了後，大地青草反射的光彩。我的家佇上帝面前，兼毋是安尼。伊有甲我立永遠的約，逐項安排昭狀閣穩固。我所有的拯救甲所有的願望，伊攏甲我成全。毋過匪類攏會親像互人迄角的刺仔，人毋敢用手摕。要吸引的人，著用鐵器甲槍柄，佇遐刺仔一定互火燒滅。